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2013年第一集嘅頌讚谷啊！感謝主，我哋呢個節目咧仍然喺度運作緊嘅，而喺熒光幕前面咧都有你喺度睇緊我哋噶。咁好啦，2013年第一位嘉賓係邊個呢？佢就係Eileen啦，歡迎你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好啊！咁啊，講新一年之前，不如你講下主喺2012年俾啲咩好深嘅體會你啊？咁其實我個人信咗主都一段時間啦。但我發覺原來呢個世界咧都仲係好多吸引嘅喎。喺過去一年入邊，我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新朋友啦，好中意去參加唔同嘅 party 啦。但我發覺原來呢啲咧並唔可以使自己嘅心喜樂，並唔可以滿足到自己嘅喎。就我記得一節聖經講過，人在喜笑中，心也憂愁；快樂至極，就生愁苦。咁啊，你覺得呢個係你先會經歷嘅嘢，定係你話你識咗好多新朋友係咪？你覺得其實其他人都會咁樣覺得嘅呢？咁其實喺我個生活圈子入邊，我認識咗好多唔同階層嘅人啦，有一啲專業嘅人士啊，一啲普通嘅工作啊，甚至一啲人即係做一啲違背良心嘅嘢。咁但係佢哋會俾世界好多嘅嘢去纏繞啊，世界嘅思慮啊，錢財嘅迷惑啊，同埋個人嘅私慾，去影響佢哋，即係使佢哋個心好唔開心啊，甚至係找唔到出路咯。係啊，咁即係睇嚟呢一個人，無論係幾專業，喺世界上面搲到幾多嘢都好啦，佢嘅心咧都唔能夠滿足嘅喎。咁好啦，2013年啊，咁應該有出路啦，係咪你？你應該揾到一個必殺技嘅喎，咁教下我哋呢？喺新嘅一年入邊，我帶嚟咗以下呢首歌，繼續向前行。呢首歌講俾我哋聽，就算我哋喺生活上遇到幾多個困難，幾多個挫折都好，主呢都係會牽住我哋嘅手，一步一步咁樣跨過每一個障礙。咁喺新嘅一年入邊，我要重整自己嘅步伐，我要清心有信心咁樣，更加有智慧咁樣去跟隨呢位神，去跟隨佢嘅道路，去行出佢嘅樣子咯。咁呢，希望Eileen佢今年嘅目標都會成為大家將來每一年嘅目標，喺呢個天路上面呢，不斷咁樣單單去仰望呢個主，緊緊抓住主，喺主裏邊重新得力。阿門，阿門。